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拢知影讲做代志有真侪咩咩角角，袂当无注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角咩角的角。咱做伙来看到，这读作角，哥啊角第四条，角就是野兽头壳顶发泡泡长形的物件，咱讲角，像讲牛角、鹿仔角。另外一个物件边啊外口缘，像倒角、椅仔角。啊，若长弯的所在，咱讲挖角。另外方位，咱讲是倒一角。啊，若角头本来是讲两倒壁相接落落去的所在，落尾嘛有讲乌道老大安尼去的意思。啊，若戏剧的人物，咱讲角色，主要的角色就是主角，啊，若配合的角色就是配角。另外四方形，咱讲是四角形，啊，若长弧形，像讲庄仔角，像角的物件就有两角。货币货币单位1块的1/10就是一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咩角，本来是讲物件的角，或者是讲文字用笔画到的所在。落尾当讲是代志的原则范围重要的关键，或者是讲细项也毋过要紧的部分。第二个词读做三角六经，是咧讲行路时叮当经架头，敢若是结甲真大地，足臭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要去面试樱桃路，嘛有咩角，讲话就爱客气有礼貌。若是行路三角六经，顶时一定认为讲是千山未似的西王，无愧好容易，叫伊转去食家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角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